你以為全世界最恐怖嘅黑幫，仲係揸住把老牛喺街頭斬人，喺後巷收保護費嗰啲爛仔？如果我同你講，真正企喺金字塔頂端嘅黑惡勢力，根本唔靠開槍，甚至根本唔需要自己出手見血，佢哋靠嘅係銀行、政客、跨國洗錢網絡同埋一個可以隨時將自己漂白成合法商人嘅隱形系統。你又信唔信？今日我會用4個維度去衡量呢啲組織財富規模、全球仔偷力、腐殺政治嘅程度，同埋最關鍵嘅暴力執行力。你會發現排喺榜尾嘅呢3個組織已經夠膽喺國際舞台搞風搞雨，但佢哋喺呢個排行榜入面只係僅僅夠資格入場。第10名，台灣竹聯幫。呢個幫會嘅起家同你睇嗰啲港產片好唔同。1956年，佢哋只係台北竹林路一班學生哥嘅群體，後嚟經歷咗震驚江湖嘅杏花閣血案同天廚餐廳事件，先至慢慢打出名堂。但真正令竹聯幫由一個本地幫會升呢做一個具備國際知名度嘅犯罪集團嘅，絕對係1984年嗰單震驚全世界嘅江南案。當年竹聯幫大佬陳啟禮經人受台灣租行部門指使，遠赴美國三藩市殺死咗寫莊經國傳嘅美籍華裔作家劉怡良，即係筆名江南嗰位。呢單案搞到台美關係冰封，美國 FBI 介入調查。陳啟禮雖然係返到台灣，但即刻俾當時嘅政府以一清專案名義拉咗入冊。不過呢條友真係有過人之處，佢入冊之前將同情報高層嘅對話錄低咗，交俾佢嘅兄弟白狼張安樂呢邊錄音帶，最終落咗喺 FBI 手，直接迫使台灣當局拉咗中號局長汪希玲等人，更加令莊經國嘅接班部署大亂，徹底改寫咗台灣嘅政治格局。陳啟禮坐咗幾年監出返嚟之後，雖然講過一句黑幫只係政治嘅野心，但佢並冇收手，反而利用營造集團將幫會深層漂白，吞下數以千億計嘅公共工程。而家嘅竹聯幫成員號稱數萬，觸角由美國華青幫、日本山口組伸到去近年最賺錢嘅仔北，電渣網絡影響力絕對唔可以睇小。第9名，香港10K 同佢嘅全球華人網絡。講到10K，好多香港人會混淆洪門3俠會同10K 嘅關係。簡單講，洪門係精神源頭，3俠會係泛指，而14K 就係一個極度龐大嘅犯罪實體。1945年，歌趙王喺廣州創立紅花山忠義堂。國共內戰後，949年佢哋撤到香港，為咗任人耳目，以廣州西關寶華路14號為名，自稱14號。後嚟演變成14K，佢哋嘅架構好特別，分成最少36個獨立嘅堆或者房，各自營運毒品、賭博、保護費。雖然互不干涉，但資源共享，好似一個鬆散嘅特許經營聯盟。香港警方估計佢哋嘅會眾一度高達10維至20萬人。雖然而家好多字堆已經老化式微，但14K 嘅影響力從來都唔局限喺香港。1970年代開始，佢哋利用歐洲嘅中餐館做掩護擴張。1992年，荷蘭警方試過搜出一本比上市公司仲要詳細嘅毒品分銷仔簿。近年佢哋同鮮北園區嘅千絲萬關係，更加係令國際執法機構頭痛。第8名，墨西哥海灣卡特爾，呢個先至係真正嘅變形金剛。1930年代美國禁酒令時期，佢哋靠走私私酒起家。到咗80年代，大佬阿布雷哥直接同哥倫比亞卡利集團談判，
唔再做運輸散工，而係要求直接抽成50%嘅貨物，將自己由運輸商轉型做毒品供應鏈嘅大股東，年收入從此超過10億美元。佢哋最犀利嘅武器唔係槍，而係錢。佢哋用錢收買咗塔姆尼帕斯州歷任州長，打造出一個官方包庇嘅王國。但呢種極度嘅貪婪同暴力，最終引嚟致命反噬。2010年，佢哋製造咗震驚全球嘅聖費爾南多72人屠殺案。為咗擴大武力，佢哋竟然招募墨西哥特種部隊嘅逃兵，組成咗一支私軍 Los Zetas。點知呢班 Zetas 太打得，最終羽翼豐滿，反叛自立門戶，引發咗長達10年、殘酷到難以想象嘅卡特爾內戰。佢哋嘅暴力程度已經完全脫離咗一般黑幫嘅範疇。聽到呢度，你可能覺得海灣卡特爾自製私軍失控已經夠震撼，但我要話俾你知，排喺佢前面嗰個竟然可以將成座監獄變成佢嘅跨國指揮中心，連政府都有低聲下氣同佢傾生意。想繼續睇落去，即刻撳下面個訂閱掣，再撳埋個小撳講。我哋下集繼續揭開呢個黑暗金字塔嘅更高層。上集講到海灣卡特爾養虎為患，搞到 Zetas 反骨自立門戶，內戰打到屍橫遍野。但如果我同你講，有個幫會嘅誕生係源於砌場監獄入面嘅屠殺，佢哋嘅口號竟然係和平、正義與自由，係咪覺得更加匪夷所思？第7名，巴西首都第一司令部，簡稱 PCC。1992年，巴西聖保羅嘅卡蘭迪魯監獄發生咗一場震驚全球嘅大屠殺，軍警衝入監獄平亂，結果造成111名囚犯死亡，當中好多根本冇反抗能力，係活生生被人用槍打死。呢場慘劇令到監獄入面嘅一班囚犯深刻明白到一件事：喺呢個腐敗到入骨嘅體制入面，你冇一個屬於自己嘅武裝組織，你嘅命就根本唔值錢。1年之後，1993年 PCC 正式成立，佢哋嘅誕生就係為咗要對抗巴西警察嘅暴力同司法不公。你冇聽錯，一個黑幫竟然係為咗爭取人權而出現。但 PCC 嘅恐怖之處唔係佢哋嘅理念，而係佢哋嘅營運模式。你諗下，全世界邊度有最多免費嘅勞動力同最密集嘅人力資源？答案係監獄。PCC 將巴西嘅監獄系統變咗做佢哋嘅公司總部同人力資源中心，全球註冊嘅終生成員超過4萬人，另外仲有6萬合約人員。呢班人喺監獄入面唔單止冇成本，仲可以透過會費制度維持僱金。自由成員每個月要交大約500雷亞爾嘅會費，而在囚成員就完全免費，因為佢哋嘅貢獻就係喺監獄內部執行指令。呢個組織仲有一套極度理性嘅替代秩序機制。喺巴西嘅貧民窟，政府根本不存在，警察只會收黑錢同開槍。但 PCC 會喺社區入面推行佢哋自己嘅規矩，禁止隨意動刀，禁止隨意吸毒，甚至會調解居民嘅糾紛。你聽落好似好正義，但實際上呢種秩序嘅建立，令到底層民眾對 PCC 形成咗一種致命嘅依賴。佢哋唔再信警察，唔再信政府，只信 PCC。呢種社會控制權比任何毒品生意更加值錢。2006年5月 ，PCC 竟敢用咗一個漏網指令，就令成個聖保羅市全倉。佢哋喺城外燒巴士、伏擊警員、洗劫銀行，全城陷入恐慌。州政府要出動軍隊先勉強壓得住。而家嘅 PCC 已經同意大利嘅光榮會聯手，掌控咗巴西出口歐洲，
超過一半嘅毒品通道。佢哋唔再係一班囚犯，而係一個真正嘅平衡政府。第六名，俄羅斯松采沃兄弟會。如果話 PCC 係由下而上嘅監獄革命，咁松采沃兄弟會就係由上而下嘅資本吞併、幫會嘅發跡同蘇聯解體。呢個歷史時刻密不可分。1985年代後期，一個叫謝爾蓋米哈伊洛夫嘅男人喺莫斯科西南嘅工人社區，松采沃開始招兵買馬。佢嘅花名叫米哈斯，外表係一個老老實實嘅餐飲業商人，但背後佢建立嘅係一個有嚴密計山、公司化架構嘅犯罪王。國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陷入權力真空，國有資產指價出售，松采沃兄弟會乘機透過合法企業大規模洗白同掠奪。佢哋唔再係街頭打架嘅爛仔，而係穿西裝、揸手提電話同銀行家傾生意嘅新俄羅斯人。而佢哋最致命嘅武器係同俄羅斯做恐部門嘅共生關係。維基解密披露嘅外交電文顯示，俄羅斯縱火部門唔單止冇打擊呢個組織，反而為佢哋提供保護，甚至連美國外交官都忍唔住定性，我國家某程度上係以收保護費嘅方式運作。你敢唔敢想象一個國家嘅做好機構竟然同黑幫共享利益？而更諷刺嘅係，前 FBI 局長西辛斯竟然曾經喺美國做過松采沃兄弟會核心人物嘅辯護律師。呢條黑線真係深到連荷里活編劇都寫唔出。至於呢個組織背後嘅真正大腦，係一個叫謝苗莫吉列維奇嘅男人。佢係 FBI 10大通緝犯之一，被美國政府稱為全世界最危險嘅黑幫頭目。佢跨過抽控天然氣、軍火同金融證券，曾經利用加拿大一間上市公司 YBM 洗黑錢高達數千萬美元。佢嘅存在證明咗松采沃兄弟會唔單止係俄羅斯嘅本土幫會，而係一個具備全球金融殺傷力嘅犯罪集團。第五名，亞太三哥集團。呢個集團絕對係改變咗遊戲規則嘅存在。佢嘅核心人物係一個叫謝志樂嘅加拿大華裔人稱亞洲矮子。2021年，佢終於喺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被捕，結束咗佢橫行亞太超過20年嘅犯罪生涯。謝志樂最厲害嘅地方唔係佢自己生產毒品，而係佢建立咗一個超級平台，佢打破晒所有黑幫嘅藩籬，將香港14K、台灣竹聯幫以至各大華人幫派全部整合埋一齊。佢同各大幫派講：你哋唔使再打嚟打去爭地盤，你哋只需要負責生產、物流同使錢，我幫你哋分配利潤。呢種共贏嘅商業模式令佢迅速掌控咗亞太區40%到70%嘅合成毒品市場，年銷售額高達數百億美元。三哥集團喺靜癲金三角嘅運作更加係經典。佢哋唔係用槍指住當地武裝，而係直接同地方各具勢力分成。你保護我嘅工場，我分錢俾你。呢種準國家層面嘅犯罪體系，令到澳洲警方要發起多個聯合嘅公果行動，先勉強將佢條線拉出嚟。你諗下，謝志樂呢種人，佢唔需要揸槍，唔需要斬人，淨係坐喺辦公室開會，就可以操控數以百億計嘅毒品流向佢嘅存在，徹底改變咗國際黑幫嘅遊戲規則。三哥集團整合咗成個亞洲嘅黑幫做超級生意。你覺得呢種企業化嘅黑幫係咪比只識開槍嘅毒更難防範？而佢哋背後嗰種官黑勾結、政商共生嘅模式，又係點樣令佢哋幾乎立於不敗之地？
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嘅睇法，我哋一齊探討下呢個黑暗商業帝國嘅運作邏輯輯。想繼續睇更高層嘅黑幫點樣用財技同網絡顛覆世界秩序，記得訂閱同撳埋個小人燈。我哋下集繼續揭開呢個黑暗金字塔嘅最高幾層。上集講到三哥集團用企業化模式穩覆咗成個亞太毒品市場，但佢哋嘅生意規模同接下嚟呢四個組織比，只係小巫見大巫。因為我哋而家開始進入嘅係真正嘅黑金帝國級別。第四名複製要講哥倫比亞麥德林卡特。講到呢個組織就不得不提一個傳奇人物巴勃羅艾斯科瓦爾。1987年佢登上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個人身家高達300億美元。你冇睇錯，300億美元。佢當時係全球排名第7嘅富豪，佢嘅財富全部嚟自可卡因。埃斯科瓦爾嘅厲害之處在於佢將毒品生產變成咗一條工業化流水線，佢掌控咗全美80%嘅可卡因供應，每星期進仔4.2億美元。有統計話，佢每年單係買橡皮筋嚟拱銀紙就要花250萬美元，而佢嘅現金多到要擺喺倉庫，結果因為太潮濕，有成22億美元嘅銀紙擺到發霉爛掉。你諗下，22億美元爛咗，佢完全唔心痛，因為聽日又會賺返。埃斯科瓦爾嘅統治手段極度極端，佢有一句經典名言：銀彈或者震彈，你講你肯收錢就係朋友，你唔肯就係死人。佢收買咗無數法官同政客，而拒絕佢嘅人全部會死得好慘。1989年，佢直接下令炸毀咗一架阿維安卡航空嘅客機，原因只係因為傳話機上有一名佢想滅口嘅線人。而更轟動嘅係，佢派人槍殺咗哥倫比亞嘅總統候選人加蘭，因為加蘭承諾要將佢引渡去美國。但諷刺嘅係，呢個殺人如麻嘅毒桿喺麥德林嘅貧民窟入面，竟然被稱為羅賓漢。佢為窮人起球場、派錢起屋，換取咗底層民眾嘅死忠支持。呢班人幫佢匿廠，令佢喺政府嘅大毀謗圍剿之下，竟然可以燒後發外接近10年。直到1993年，美國同哥倫比亞聯合行動，透過無線電金聽鎖定咗佢嘅位置，最終喺麥德林嘅一個天台將佢擊仔。埃斯科瓦爾嘅死像正住一個時代嘅終結，但毒品嘅世界從嚟冇因為一個人嘅消失而停頓。第三名，墨西哥什納羅亞卡特爾。如果話埃斯科瓦爾代表嘅係舊時代嘅總章，什納羅亞卡特爾嘅矮子古茲曼就代表咗現代物流技術改寫嘅犯罪模式。佢修建嘅跨國地下隧道配備冷氣、路軌同照明系統，毒品由墨西哥直接運入美國，完全避開地面嘅邊境檢查。呢種基礎建設式嘅走私手法，令到美國緗毒局束手無策。而薩那羅亞卡特爾最驚人之處係佢哋夠膽直接同國家政權叫板。2019年，墨西哥政府捕獲咗古茲曼嘅仔奧維迪奧，結果成個庫利亞坎市被卡特爾嘅武裝人員包圍，佢哋用重型武器攻擊軍方，放火燒車，令到成座城市陷入混亂。最後，墨西哥政府軍竟然被迫投降，釋放奧維迪奧，先至平息事件。一個黑幫令到一個國家嘅軍隊跪低，呢個畫面你話震唔震撼？而家嘅索納羅亞卡特爾已經轉向生產芬太尼，佢哋由亞洲進口前體化學原料，合成出呢種比海洛因強50倍嘅毒品，引發咗全美國嘅公共衛生災難。
每年因為過量吸食芬太尼而死亡嘅美國人超過7萬，呢個數字已經超過咗越戰期間美軍嘅陣亡總數。一個黑幫竟然造成一個國家級嘅傷亡數字，你話呢個係咩概念？第二名，日本山口組。講到山口組，你可能會諗起日本電影入面嗰啲着西裝揸武士刀嘅黑幫大佬，但現實中嘅山口組比電影更加離奇。1915年，佢哋只係神戶碼頭嘅一班搬運工人，但發展到今日，已經佔咗全日本43%嘅黑幫成員。山口組最令人震驚嘅地方係佢哋嘅合法化程度，佢哋竟然可以明碼實價印名片，根據日本嘅暴力團對策法公開登記，總部設喺神戶一個高級住宅區，門口仲掛住招牌。佢哋透過總會屋制度，用股東身份擠透上市公司，以暴力威脅配合金融操作，收入曾經佔據兵庫縣稅收嘅一個重大比例。佢哋甚至設立咗黑幫退休金制度，為退休成員提供生活保障。你話個係一間企業，定係一個黑幫？而更感似嘅係1995年本神大地震同2011年3.1大地震，山口組竟然第一時間出動，車隊救災、派發物資、提供援助，效率仲高過日本政府。佢哋嘅危機公關令到民間對佢哋嘅觀感極度矛盾。不過再強大嘅組織都會面對老化問題。2015年，山口組分裂出神戶，山口組引發血腥內耗，有家成員平均年齡超過50歲，面臨嚴重嘅老齡化困境。一個橫跨100年嘅黑幫帝國，最終竟然係敗死時間第一名。意大利光榮會終於嚟到第一位。如果話頭9個組織都有地域限制，咁光榮會嘅存在就係一個真正嘅隱形跨國金融帝國。光榮會源自意大利最貧窮嘅地區卡拉布里亞，佢哋嘅運作模式係以血緣同宗教狂熱為核心，成員入會要歃血為盟，發誓效忠，背叛者會被全家滅門。呢種極端嘅宗族凝聚力令光榮會嘅內部背叛率極低，遠低過其他黑手黨組織。佢哋嘅年收入高達750億美元，佔咗意大利 GDP 嘅3.5%。呢個數字超過咗麥當勞同德意志銀行嘅總和。佢哋威斷咗歐洲80%嘅可卡因市場，但呢個只係佢哋生意嘅一部分。光榮會嘅進化歷程充分展示咗黑幫點樣要暴力走向資本。OK， 佢哋靠耿價為生。1973年，佢哋耿價咗美國石油大亨保羅開蒂嘅孫子開蒂3世，割咗佢一隻耳仔寄去報館，成功勒索到數百萬美元酬金。但現代嘅光榮會已經完全洗白，佢哋利用空殼公司、跨國債券、歐洲房地產同餐飲業，將非法資金神不知鬼不覺咁投進歐洲央行同基金體，係佢哋嘅錢流動。喺全球最大嘅金融機構之間，冇人能夠追蹤。你以為黑幫仲係街頭斬人嗰啲爛仔？光榮會用行動話俾你知，真正嘅黑幫坐喺寫字樓入面，同銀行家傾生意，佢哋嘅影響力比好多國家嘅財政部仲要大。好，10個組織講完，你睇翻成個脈絡，會發現一個驚人嘅規律。呢10個組織由街頭幫會到跨國金融帝國，佢哋根本唔係孤立存在嘅。竹聯幫嘅毒品會經由三哥集團嘅平台流向薩那羅亞嘅網絡，14K 嘅洗錢渠道會同光榮會嘅歐洲體係重搭。佢哋透過毒品鏈、洗錢鏈、武器鏈交匯成一個
全球隱形暗網，而呢個暗網嘅存在，揭示咗一個本質問題：邊度有國家管治留低嘅制度真空，邊度就會有黑惡勢力用暴力秩序同金錢去填補。墨西哥嘅貧民窟、巴西嘅監獄、俄羅斯嘅權力真空、意大利嘅南部落後地區，全部都係例子。單純消滅一個頭目，永遠消滅唔到背後嘅土壤。埃斯科瓦爾死咗，森那羅亞崛起，古茲曼被捕，芬太尼繼續橫行。要對付呢種全球化嘅犯罪網絡，需要嘅唔係一兩次嘅突擊行動，而係國際間嘅制度協作，同埋對底層腐敗嘅根治。如果你睇到呢度，覺得呢個系列令你大開眼界，我希望你幫手做3件事。第一，訂閱我哋嘅頻道，供買個小雲燈。我哋下個星期會推出全新系列，同大家深入拆解全球最神秘嘅造口機構同埋佢哋嘅暗黑行動，保證更加震撼。第二，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鍾意探討國際秘聞嘅朋友，等佢哋都一齊睇清呢個世界嘅另一面。第三，喺留言區話我知呢10個組織入面邊一個最令你驚喜，同埋你覺得點樣先可以真正切斷呢種官黑共生嘅循環？我等緊你嘅高見。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再見。嗱，記得訂閱啊！